今日係2025年11月5日。咁喺今日下晝大概4點鐘左右呢，警方就高調咁樣召開咗記者招待會，向傳媒宣布喺2023年曾經搞到滿城風雨嘅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呢，就有最新進展。警方呢就將會落案起訴16個人，包括6名集團核心成員、7名加密貨幣場外交易所嘅負責人，同埋協助宣傳嘅網紅。咁仲有3個呢，就係手持一啲所謂叫做傀儡戶口嘅持有人。同時間，警方亦都會透過國際刑警嘅協助，發佈一個通緝令，追緝2名主腦同埋1名骨幹核心成員。咁坦白講，原來呢單嘢呢，唔經唔覺都已經係2年前。版主喺2年之前呢，其實都出過片，其實都有略略解釋過當年到底發生緊咩事嘅。咁不過如果要大家為咗了解翻當年發生咩事，就走去睇翻2年前嘅片呢。咁相信大家都唔會有咁樣閒情逸致嘅。咁所以版主呢，今日就打算為呢件事由2023年開始去到今日呢，就再做翻一個簡單嘅懶人包，就等大家知道到底發生咩事，同埋佢拉嘅嗰啲公眾人物到底對呢件事嘅參與度有幾高，到底而家正式落案檢控嘅呢一班人，純粹係為咗個平台宣傳過就有事啊，定還是其實佢哋都係核心成員呢？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。喺睇條片之前呢，咁就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，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，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，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，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。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，都做足呢幾樣嘢，唔該晒大家。咁首先講解翻呢，版主當年就為咗呢件事，其實就一共出咗4條影片。咁當年除咗報道呢件事之外呢，其實都鬧爆咗某啲網紅，某一啲冇事賺錢就笑呵呵，有事嘅話呢，就鬧爆香港政府，點解你哋咁多管閒事要出聲，搞到而家大家血本無歸，而唔係去老實承認嗰隻加密貨幣或者個交易平台本身就有問題。咁而家呢，版主就會詳細同大家解釋一次當年到底發生咩事。咁首先呢 JPEX 呢係有交易平台先，跟住先至有虛擬貨幣嘅。咁為咗方便解說，跟住落嚟關於 JPEX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，我哋就會叫做平台，而之後衍生嘅 JPEX 貨幣呢，我哋就簡稱叫做貨幣。咁首先呢，平台就喺2020年初成立，咁利用各種廣告啦、社交媒體、場外交易所同埋網紅 KOL 等等呢，就大肆做宣傳。咁莫講話明星啊，例如肥媽啊、莊思敏啊、網紅啊、林作啊或者陳怡嗰啲，版主喺之前嘅影片曾經講過呢，版主2023年嘅時候 YouTube Channel 都係得3-4千訂閱嘅時候， JPEX 其實呢都有 send 個信息過嚟就揾我落廣告嘅。咁詳細呢，版主就唔係記得好清楚啦。印象中呢，佢就好似叫我要出2條片，一條就講解翻乜嘢叫做加密貨幣，就順便再介紹翻佢哋嘅平台同埋佢哋嘅貨幣。而另外嗰條呢，就要真金白銀抌啲錢落去，跟住呢，就要話俾大家聽，我買咗呢隻貨幣之後呢，我有錢賺啊！咁啊，大家快啲加入啊，登記成為會員啊，用我個優惠碼呢，仲有 discount 啊，等等等等等嘅。咁坦白講，面對住一個嗰陣時都係得3-4千訂閱嘅所謂 YouTuber 呢，當時 JPEX 呢都俾到5位數字我。咁不過咁，即係當時呢5位數字對版主嚟講呢，就唔係太自在，亦都唔係非常高嘅啫。而且呢樣嘢呢，版主完全唔識，咁啊驚幫佢賣廣告就有風險，咁所以呢就推咗嘅。咁印象之中呢，嗰陣時呢就好似係23年4月至到6月到啦。咁啊推咗之後呢，9月就真係出事啦。咁當時到底發生咩事呢？由於佢哋嘅平台呢，就經常喺度標榜低風險就高回報，更加就利用一啲兌換優惠呢，就吸引人落搭。甚至吸引人哋咧就買佢哋嗰隻貨幣，於是證監會咧就喺9月13號嗰度發出聲明，就表示佢哋嘅平台咧喺香港其實就冇註冊冇登記，嚴格上嚟講咧就係一個非法嘅平台，而佢哋嘅貨幣咧亦都冇監管嘅。咁所以咧當時佢哋就呼籲香港市民投資呢隻貨幣嘅時候要小心，又或者咧使用佢哋嘅平台嘅時候咧亦都要小心。咁發咗呢個聲明之後咧，就真係開始有人對佢哋嘅貨幣失去信心，於是咧就打算拋售佢哋嘅貨幣。咁啊，跟住就出現一個咧就唔知有雞先定蛋先嘅情況啦。有買入咗佢哋貨幣嘅人就表示咧，如果要利用翻佢哋嘅平台賣出翻呢隻貨幣，手續費就要高達99.9%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賣價值1000蚊美金嘅貨幣咧，手續費就要去到999蚊美金。當時平台仲要死撐呢，就係話因為證監會亂咁發聲明，令到有啲投資者恐慌性拋售佢哋嘅貨幣，佢哋迫於無奈呢，先至要加大手續費，就等啲人呢唔好恐慌性拋售。咁但係亦都反過嚟講啦，到底係真係出現咗恐慌性拋售，你先至加手續費啊？定還是你知道
你哋嘅平台同貨幣俾證監會警告咗之後，個雞棚搭唔到落去，啲人就將會恐慌性拋售，所以佢哋就事先提高個手續費，等啲人賣唔出呢，咁啊真係不得而知啦。咁好啦，故事呢就仲未完嘅。當平台同埋貨幣都相繼爆煲之後呢，佢哋嘅呃人計劃都仲未完結。而大家今日嘅焦點，即係林作同陳怡呢，當年喺平台同埋貨幣爆煲咗之後呢，佢哋仲竟然同一眾受害者就話其實呢隻貨幣就一啲事都冇，平台呢亦都係正常運作冇問題嘅。香港政府同埋證監會搞埋啲咁嘅嘢呢，其實就係佢哋監管唔到啲虛擬貨幣，所以呢，佢哋就喺度亂咁發聲明，亂咁發警報。最衰就係佢哋咁樣亂發警報呢，搞到而家個平台同埋啲貨幣就立立亂。咁不過大家就唔使驚嘅，咁只要大家繼續正常運作呢啲平台同貨幣，繼續支持、繼續入金嘅話呢，貨幣嘅價格健康，平台亦都繼續有收入、有資金來源嘅話呢，咁隻貨幣呢就好快可以解封嘅，啲服務費又冇問題噶啦，大家就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噶啦。大家聽到呢度都好明顯啦，騙局嚟嘅。更何況佢哋咁樣嘅宣稱嘅話，咁佢哋嘅營運方式都好明顯。其實就真係另類嘅層壓式騙局。第一代嘅人叫第二代嘅人入錢，第二代嘅人入咗錢之後呢，第一代就攞翻走，就變咗係自己嘅盈利。然後叫第二代嘅人呢，就揾第三代嘅人去入錢，入咗錢之後呢，就到第二代嘅人攞錢走，如此類推，直到冇人入錢，件事爆煲為止。咁至於受害人呢，原來去到2025年嘅今日，就已經有超過2700名。而涉及嘅金額，版主本身聽翻2023年嘅評論嘅時候呢，嗰陣時就話大概係13億，而去到2025年嘅今日呢，就已經去到16億添。咁即係話其實23年爆煲，直至到今日，其實都陸陸續續仲有苦主呢，就喺度報案。咁啊，相信呢涉案嘅金額呢，可能仲會繼續上升添嘅。咁好啦，講咗咁多前因呢，就講翻今日。咁今日呢，警方就大概喺4點鐘嘅時候就高調召開咗記者會，就宣布正式落案起訴16個人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呢16個人呢逐個走去介紹嘅話，呢條片冇翻30分鐘都唔會完，而亦都有啲人大家係唔識嘅，介紹亦都冇意思。咁所以今次呢，主打就介紹翻林作同陳怡。咁首先就林作啦，向來高調嘅林作為咗抽水呢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咁當時平台同貨幣興起嘅時候呢，林作亦都不斷幫平台同埋貨幣呢就賣廣告。咁你哋聽到呢度嘅時候呢，就可能會話就咁賣廣告啫，都要拉。其實呢，就咁幫佢賣廣告，其實就應該唔夠料落案 charge 佢嘅。真正會令到林作今次被起訴嘅原因，其實就係源自於佢喺2023年8月1號嘅時候，就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宣稱呢，佢個人其實就喺7月份就已經成為咗呢個貨幣同埋平台嘅合夥人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佢喺2023年嘅8月中就更加喺 IG 度出嗰個 post， 就表示佢有一筆745000元嘅收入，就更加表示呢就好過以前做保險 N 咁多倍。再加上林作自己喺冇做保險之後呢，自己亦都開咗間場外找換店，就叫做林作炒幣。而佢喺2023年9月18號上晝被警方拘捕嘅時候呢，警方甚至喺佢辦公室嗰度就拎咗4箱文件、1箱現金離開。咁相信2年後嘅今日正式落案控告林作呢，恐怕都係證據確鑿噶啦。而至於陳怡呢，佢嘅情況同林作亦都係相類似。佢同林作一樣，亦都喺2021年嘅時候就開咗一間屬於自己嘅加密貨幣找換店，就叫做陳大怡加密貨幣找換店。咁然後咧就不斷喺度擴張嘅。去到2022年嘅時候咧，就甚至喺元朗嗰度就租咗個2層高嘅地鋪，就 total 2000尺。咁去到23年9月，平台同貨幣俾證監會點名警告嘅時候呢，陳怡就更加喺佢嘅 YouTube 頻道嗰度呢就大鬧證監會，就認為證監會呢冇嗰樣做嗰樣，係佢哋冇本事管好加密貨幣，就唔係話啲加密貨幣有問題。佢更加就話證監會，如果佢哋夠膽話啲加密貨幣係屬於高危投資嘅話呢，咁肯定係屬於假新聞。最衰當時政府呢就冇立假新聞法，如果唔係呢，政府就應該用假新聞法就拉晒證監會全體嘅人去坐監添。而就算去到後期陳怡被捕再獲釋之後，陳怡亦都繼續喺佢 YouTube 頻道嗰度呢就繼續大鬧證監會同埋大鬧香港政府，更加再次重申呢隻貨幣就冇問題，係俾證監會警告完之後先搞到平台出現咁多問題，啲貨幣冇人交收，就更加喺佢自己 YouTube channel 嗰度呢就呼籲各位市民繼續交易，繼續用呢個貨幣同平台，只要用得多，交易得多，個平台運作翻正常，貨幣有交易，咁所有嘢呢都會正常翻晒噶啦。咁所以綜合上述嘅事件呢，相信警方今次正式落案控告佢哋係有根有據，亦都係證據充分。咁啊，即管想睇下呢兩個風頭躉，
就會繼續喺度死撐，又話香港政府屈佢哋啊，定還是會繼續潛水啦？而呢一單案件，警方亦都宣布呢，就喺聽日即係11月6號就正式提堂。咁如果聽日提堂之後有更新嘅消息嘅話，版主呢可能會再出另一條片，就同大家再講解一下到底當年發生咩事，而家提堂到底控告啲乜嘢，以及控告佢哋嘅罪狀到底合理定唔合理。咁好啦，版主嘅評論今日又嚟到呢一度啦。咁唔知大家覺得嗰兩位仁兄係咪罪有應得呢？又或者大家又認為佢哋會潛水啊，定繼續大鬧香港政府出嚟抽水呢？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。